冬天嘅時候，你有手腳冰冷、疲倦無力、腰膝酸軟嘅困擾嗎？60秒教你中醫養腎古法。黃帝內經講：冬3月，此為閉藏。冬季屬水，對應腎臟。冬季傷腎，春季會衰弱。4招促成養腎法： 1. 保持溫暖，穿溫暖嘅襪，保護下腰部，避免吹風受涼。 2. 調整作息，早睡晚起，讓身體跟隨日光。 3. 穴位按摩，按足底湧泉穴，腳底袖摺嘅中心，每晚2到3分鐘，呢個係長壽穴。 4. 食物進補，黑色食物進入腎，黑豆、黑芝麻、合桃都係好嘅選擇。簡單易學，喺屋企就可以做。冬季護腎就係投資你嘅長遠健康。關注我哋，了解更多中醫養生嘅秘訣，點讚分享，讓更多人受益。